大家拢轮流来煮疫苗，台湾要来拼第一剂疫苗覆盖率。不过，真侪国家早就已经煮到第二、第三剂。不过，上麻烦的是，就算煮到第三剂，嘛是有可能喂到病毒。指挥中心公布，一位60岁台湾人是男性，在国外注 AZ 疫苗和2剂 BNT 疫苗了后，有望发生突破性的感染。虽然相关的细节也需要听指挥中心的说明，不过至少会当证实新冠病毒会当突破疫苗的风线。有些个人的体质比较不能够对付新冠病毒的话，打了疫苗以后，甚至有的时候会测不到抗体是有少数的人会这样子。另外还有牵涉到你接触的病毒的量。不过，至少注疫苗会当减少动静发生的机会。即马上着急的是已经开学的学生 ，BNT 疫苗上紧伫9月中开始注射。虽然注伫囡仔身躯顶，不过家长嘛真着急。医生建议有先天性重大心脏疾病，或者是开过心脏手术的青少年，拢爱和主治医生讨论。另外，注射1个月内，家长拢爱注意囡仔的状况。打了以后有没有出现胸痛、心律不整？运动耐受不良，走路呼吸会很喘的现象，1个月之内出现这些症状，都要赶快注意检查。医生提醒，注完 mRNA 疫苗了后，30岁以下发生心肌炎的比例真高，而且大部分拢伫男性的身上。虽然目前唔知影致病机制，而且有少数的个案拢伫超过2礼拜以后才有副作用发生，所以若是有任何无爽快，拢要赶紧去互医生看。好，来继续来看桃园有一个姓李的男子，为中国坐无人机返来台湾了后，无住入去防疫旅馆，就家己离开了。警方马上出动来找人。人家都帮你订那个旅馆了。他帮我订那个旅馆，因为我只抽烟，但是那个旅馆他说我连抽烟都不行。后来，这个姓李的男子是一直甲警方埋怨，讲家己有来驳婚，袂当来接受到旅馆禁婚的规定，才会家己来离开。警方伫桃园中正路每一间的旅馆找到这个姓李的男子了后，马上来联络到市府的卫生局，派专人甲送到检疫所来隔离，嘛依照着防疫的规定，而且着卫生局来甲罚款。为5月中旬，本土疫情大爆发到今，8大行业已经停业超过3个月。虽然疫情已经来降级了，但是中央也是无讲8大行业到底什么时阵会当来恢复营业。伫台南，甚至有小姐因为生活过袂落去了，了结着家己的性命。今仔日台中有50外个酒店的小姐甲少爷，也有帮人客来停车的人员是来出面，希望政府会当明确来定出着复业的条件，至少互因有一个底，知影什么时阵会当来开工赚钱起家。业风无情，八大无罪。8大行业头家、小姐、少爷，也是大批人客趴车的员工拢出面，希望讲中央会使讲清楚，因当时才在上班。4个月没有收入。小姐到处打零工的，还是说我们做家庭代工的？对，可是要面临开学，那开学花费什么的，说好没有一个体现给我们。100多万的房租没缴了，房东也不愿意降租啊。政府，你告诉我，你补助我不要，你给我钓竿，我自己来，你给我工作嘛，你给我工作。为5月份3级警戒开始，8大行业就暂停营业，经过3个多月，即摆已经降级啊，各行各业嘛拢陆续的开放。不过8大行业的人拢唔知讲什么时阵会使上班，嘛就是讲中央拢讲不清楚，因看袂到未来。个指引给我们说，我们该怎么做啊？我们配合你们，你们给我一个指引出嘛。所以那都完全没有指引，没有配套措施。我们等4个月了，所以防疫比较重要。可是我们的生活权，希望中央政府能看到这样子。8大行业一直拢无开放，台南道舞厅的小姐日子真正无度过过落去啊！经济部虽然答应会予8大行业补助，不过这员工拢强调讲，因出面诉求的不是要讨钱，是要讨工作权。不管讲中央定审款的标准，拢一定会配合到底，只希望讲会使赶紧互因回去上班。好，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今仔日9月初3是军日。